去年才拄开900多万，甲台南的沙卡里巴公有市场的厝顶规个换新娘，想袂到即马伫咧漏水。这市场自透早去会勘，才发现讲是厝边的水下落到市场这边。外口落大雨，伫咧沙卡里巴市场内刷出现小型的水墙，反而是真无奈，因为市场厝顶伫咧去年6月才搭新的钢棒厝顶，即摆刷出现漏水情形，现场影响3个反啊。市场处透早赶来会勘，发现原来是厝边的水拢排下过来市场遮所造成的。因为较早较低，即摆呛悬起啦吼，就影响这排泄排泄问题啊。私有邻房的那个屋顶水的管线整个排到了我们的这位屋主的那个住户上去，所以导致水整个往下溢流哈。它那个水并没有排到沟槽里面去。沙卡里巴市场其实是对日本时代到今已经有8档历史。原本老厝顶不时地漏水，想袂到市府开900多万，才甲全部的厝顶浸管加换新，落大雨也是漏水。因这期工程咧做的时，铁棒甲铁棒交接的所在，无用水力控高好势，造成水会对空棚摄落来。最近朝大雨，头家就烦恼放伫咧外口咧卖3块的氮气，嘛只好甲建本的红仔穿好满。无啦，要改善啦，因为有迄阵啊是有拉补，但是补有当时啊补无着重点啊，补无重点嘛是佫会漏啊，是安尼啊。愈严重，因为伊遐本来遐漏遐补遐漏遐。最近多数的风台风雨会持续加强，市场漏水敢会造成饮水问题。市场处回应，工程搁伫咧报告期内，这几天会加强巡查，嘛会持续改善。记者张台南采访报道。